一樣路過嚟嘅。由頭地哥嚟。大家分享我哋嘅見證。其實我從小咧就生活喺一個咧經濟唔好嘅屋企，所以喺中學時期咧，我已經有豐富做書嚟講嘅經驗啦。咁喺大學時間咧，我要經濟獨立，應付各樣嘅開支，所以一直以來我亦都缺乏安全感，同埋睇錢係睇得好重嘅。我好希望盡快賺。各位好，我係吳兆雄，我都叫做阿通，係91年安柱中五畢業生。我而家同太太喺波蘭宣教，但係其實我以前一直都係視財如命嘅人。感謝神，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嘅見證。其實我從小咧就生活喺一個咧經濟唔好嘅屋企，所以喺中學時期咧，我已經有豐富做暑期工嘅經驗啦。咁喺大學時間咧，我要經濟獨立，應付各樣嘅開支，所以一直以來我亦都缺乏安全感，同埋睇錢係睇得好重嘅。我好希望盡快賺多啲錢，去打造一個安全網，亦都為到我將來嘅屋企可以提供一個穩定舒適嘅生活。萬一有啲乜嘢事情，生活都有保障。所以喺大學畢業之後咧，我就好努力去賺錢。而另外一方面咧，雖然喺安柱咧有好多接觸福音嘅機會，但係我真正信主咧，其實係喺2002年，因為當其時我嘅無論喺生活上面啦，無論喺工作上面啦，我都遇到極大嘅困難，實在唔知點樣走落去。咁所以當其時我同太太一同跪下，去呼求神，去向神認罪，求神幫助。而呢一次亦都係我真正接受主耶穌，感謝神，佢係信實嘅，聽咗我禱告，亦都為我大大嘅開路。所以當其時我一切嘅問題亦都真係迎刃而解。但雖然咁樣，我當其時冇真正依靠佢，我仍然視財如命，去努力去完成我嘅儲錢大計。雖然當其時我嘅正職咧，其實係好繁忙。每日工作已經超過10個鐘，返到屋企咧，我又要照顧屋企嘅小朋友，同埋幫佢哋溫習。但係我仍然咧都經常咧去花唔少嘅精力咧去研究股市，去留意市場，希望藉著投資咧去賺更多嘅錢。但係因着呢一股咁嘅生活、咁嘅心態咧，我付出咗好大嘅代價。當其時我出入醫院已經唔係一件新奇嘅事啦，因為喺醫生都揾唔到原因嘅底下，其實我心曾經亂跳過幾次，但係因咁樣我都冇改變。我甚至喺病床上邊講，我寧願戰死，我都唔願意捱窮。直到2010年，壓力實在太大啦，我得咗情緒病。整個世界好似喺一刻裏邊改變咗，隨後嘅日子我非常痛苦，甚至想過死。當我跌入深谷、走投無路嘅時候，我再一次同太太一同跪下，去呼求神，向神認罪，求神幫助我，並且承諾，如果佢幫我嘅話，我願意將自己奉獻俾佢。感謝慈愛嘅主，佢冇因為我忘恩而唔理我，佢再一次拯救咗我，佢脫離呢一個嘅病，而亦都因着呢一件事，讓我深深體會到人嘅生命其實係好脆弱嘅啫，人嘅能力其實亦都係好有限，錢亦都唔能夠成為人真正嘅幫助。當一個難以處理嘅病臨到我哋身上嘅時候，比你身家再多100倍啊，其實都係冇用嘅。真正嘅幫助同保障係從神而來，
因為生命嘅主權係喺呢位造天地嘅神裏邊。亦都因住呢件事之後，我對錢亦都再冇咁緊張。到咗13年嘅時候，我太太回應多年前神對佢嘅呼召，佢就離開職場，去全時間侍奉神。而那個時候，我以為我就負責養家，太太就負責侍奉神。隨後神亦都帶領咗我去一個事業嘅高峰。當其時，我經常要出外去公幹。喺忙碌嘅生活裏邊，我其實心裏邊有一個疑問：究竟生活係咪就係咁樣呢？即係每日忙忙碌碌、營營役役咁過呢？都好奇妙，過咗唔係好耐日子，神又呼召我去侍奉佢。你知道話我哋一家走上憑信心生活嘅路，咩叫憑信心生活呢？意思就係我同太太都唔係受聘於教會，又或者任何嘅機構，而係按著神嘅帶領同引導去侍奉神，並且相信神會供應我哋一切所需嘅。但係要行呢一步實在唔容易，因為喺眼前所見，其實我嘅積蓄並唔能夠支付我哋長遠嘅需要。但係神藉着佢嘅話，藉着聖徒們嘅見證，去讓我相信佢係信實可靠。於是我就憑信行上。自從2016年2月，我一家就憑信心生活。感謝信實嘅神，直到今日，我哋一家安好生活，無所欠缺。神嘅計劃係好奇妙㗎。我太太喺禱告裏邊去領受要去波蘭，之後我亦都領受要去波茲蘭，並且神會應許去供應我哋一切所需嘅。雖然當其時其實我哋並唔認識呢一個城市，亦都唔認識在地嘅教會，但係喺22年，我同太太就憑信去到波蘭嘅波茲蘭。感謝神，藉著當地嘅教會去接待咗我哋，並且喺我哋分享見證之後，當地嘅牧師甚至主動提出喺無條件底下去幫助我哋去辦呢個居留許可。神藉著呢一件事以及其他嘅事情去引證呢一個呼召係出於佢嘅。於是喺2024年嘅3月，我同太太就正式前往波蘭宣教。各位老師同同學，我哋嘅生活往往都好忙碌，我哋會為到個人、事業、家庭有好多嘅計劃同打算。但係呢一啲嘅忙碌，呢一啲嘅計劃，又係咪真係可以為你同你嘅家人帶來真正同埋永遠嘅幸福呢？聖經中以賽亞書係咁講嘅，神叫我哋唔好花錢去買一啲唔能夠令到我哋飽足嘅食物，因為神已經為我哋預備咗能夠使我哋飽足嘅真糧。耶穌來係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今天起就讓我哋一齊去認識主耶穌，得着真正嘅幸福同永遠嘅生命。願主嘅恩常與你同在。特朗普上任前，中美咁我哋聽完阿吳少雄嗰個見證咧，其實佢依家係喺波茲蘭嗰度咧，就係做宣教工作。波蘭咧就係喺烏克蘭嘅隔離嘅。咁佢真係好勇敢同埋好有信心去做。咁神一路引領佢。咁大家如果係佢同班同學，大家先頭同學咧，都為佢繼續祈禱啦。因為佢個女今年係大學畢業㗎啦，咁佢個仔係今年考完 DSE， 所以咧就都繼續可能全家都會過晒去嘅。咁呢個係一個見證。
我估計或者我過去就諗咧，嚟到安柱讀書好多同學咧，一心都係想改善生活嘅教育啊嘛。咁啊，當有咗生活之後，咁到底嘅人生係咪好大改變咧？生活上一定好大改變。但係真正能夠用佢決定佢自己豐盛嘅生活咧，唔係個個都要照佢咁做。但係有一件事幹，佢個信心係踏出佢一步之後咧，佢整個人都改變咗，呢個改變咗。咁跟住落嚟咧，我相信我哋會睇一聽到底神點樣藉着我哋人生嘅改變而使到我哋生命有更新嘅。咁啊，請阿神立志先啦，好嘛？